我哋今日機場出發，先飛去吉隆坡。放假真係好興奮，終於感受到多少少冷氣。你睇佢做乜嘢？佢坐得好唔舒服啊！坐得太耐啊，屈死嘅佢。一行到出嚟機場，一望個海邊就有條咁大嘅魚喺度。黃長你好似魚喺度。唔係啊，瀨肉酥嚟啊！睇魚都咁開心嘅咩？睇魚咁開心啦！要駁船嘅喎，準備過艇啊！我哋將會喺呢度住呢個6日7夜啊！6日7夜係嘛？6日7夜，唔好打交啊！有咩事慢慢傾，慢慢傾。因為咧我就一腳伸你落海。如果齊齊落啦，哎呀！係啦！終於到啦！接下落嚟，我哋要喺船做翻啲一般資料上嘅登記，例如 passport、往來飛機航班，同登記低你潛水證嘅資料、級別、你嘅經驗值同埋旅遊保險等等。我哋鬧新房啦！開房啦！佢哋會逐一帶我哋入房，話翻俾我哋知 lock 架、救生衣擺放位置，同埋唔可以開窗呢啲基本安全嘢。呢個就係船尾嘅位置。佢哋手痕啊！一嚟到就話要魚你啦。級本有㗎，第一條級本上嚟啦。哇！唔聲，師傅織咗條大字，喂，刺身啊！正啊！抵啊！好曬啊！瞓醒第一朝，呢個晨光代表我哋水下旅程嘅開始。今日先第一日，仲有咁多人玩，正啊！諗起都開心。哇！好熱啊！今次嚟到馬代係玩佢嘅中部4方線。馬爾代夫由超過1000個珊瑚島組成，係全球海拔最低嘅國家。佢80%以上嘅島嶼海拔低於1米，好容易受海平面上升嘅威脅。所以喺馬代最高嘅山可能只係一個山丘仔。相傳受氣候變遷嘅影響，佢部分島嶼正在逐漸消失。雖然呢樣嘢講咗幾十年，不過我哋旅行嘅時候不妨珍惜下呢片脆弱嘅天堂。嚟緊呢6日將會有17次下潛，即係每日都有3至4潛。因為下潛嘅水深一般都係24至33米左右，部分嘅潛點更可能會比較大水流。建議有 AOW， 即係進階開放水域潛水員嘅證書，即係要先學 Open， 再學埋 Advance。不過通常有心玩，一學就學晒2個牌㗎啦。馬爾代夫唔係以色彩珊瑚聞名，但係就超多大嘢睇咯，例如各種嘅鯊魚啊、鯨鯊啊、護士鯊啊、魔鬼魚啊，仲有機會會見到大群嘅魚球，俗稱乜乜風暴啊咁樣。不過我就中意漂流放流潛水多啲咯，唔好頂流就得啦。第一潛 check 界，潛水長會觀察同 team 人嘅屬性同埋技術，我哋就睇下自己嘅裝備啦，員嘅配重如果唔啱，下支樽就可以自己再加減。結果我自己又再面臨反壓個鼻激痛嘅情況，慢慢嚟，踢翻高少少。再慢慢落，慢慢減壓，好彩都跟得上佢哋。不過啲痛就落咗隻牙嗰度咯，真係唔得就上水咯。所以帶隊必須要我哋第一潛就各自自行打1次象拔，有象拔上水就安全好多。無論任何狀況或者萬一走失升咗水，佢哋都會易啲揾到你。我好似講嘢講得太多啦，唔講住啦，睇下魚先啦，去片。我哋提早一齊升水，